民众党2月15就要补选党主席，今日开始参选登记。这代理党主席黄国昌早起就大声宣布参选，强调讲伊是延续郭文哲的精神，继续扩大台湾的第三势力。原来是政治为蔡壁如是甲台中市会顾问撕掉，互人认为讲伊嘛要参选党主席。不过这蔡壁如伊本身是讲伊无一定爱选，若是会当甲黄国昌巧好好势，对甲支持。民众党前主席郭文泰涉警花城案羁押禁见，进前请辞党主席，即马是党内立委黄国昌接任代理主席。民众党10时开放登记报名，2月15网络投票。外界关心黄国昌民众党前立委蔡壁如的动向。还早了，距离截止还有好多天呢。我们有联系的管道了。我之前一直讲过，党内如果有人要勇于来承担的话，那我想我就会全力的来支持。黄国昌早起是伫面册发文，宣布投入台湾民众党党主席的补选，强调讲会延续郭文泰的精神，持续壮大台湾的第三势力。宣布要来选党主席的补选了后，黄国昌第一站就来到台北市议会拜会议长陈锡钦。纯粹是时间上面的巧合啦，是之前就已经排好的行程。我相信争取每一位党员同志的支持，那是我接下来成为正式的候选人之后，那我责无旁贷的任务。对蔡壁如发话要沟通，黄国昌跟他讲会全力争取每一个党员的支持。不过，今嘛传出讲，党内高层已经有共识，要全力支持黄国昌。中央党部作为办理选务的单位，也已经成立选举委员会。那在林富兰主任监察员的带领之下，会把选务办到最好。黄国昌嘛讲，伊认为刷落来接民众党主席了后，应该做3件代志，包括延续郭文泰开放包容的精神，坚守民众党草根精神，坚定民主和改革的原则等等。要让郭文泰主席回来的时阵，会为因的团队感觉骄傲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